发生了何事？为何通天圣人如此震怒？哎呀，你新来的不知道，能将通天圣人气成这样的，怕是只有他座下第5亲传弟子李逍了。唉，穿越到洪荒，没根脚，没天赋，没修为，数万年了，还是个天仙初期，连黄龙仙人都不如。修炼，听天书一样。放弃了，还是躺平咸鱼最舒服。咸鱼系统绑定中，1%、2%。咸鱼系统绑定完成。我操！系统，你他娘的总算是来了！老子等你等的花儿都谢了。哎，系统，有没有个新手大礼包？新手大礼包发放中，恭喜宿主获得大道神童、九转玄功和混沌珠。我操！发达了！九转玄功，盘古大神的功法，混沌珠，仅存的混沌至宝，终于有系统了！他喵的，早知道躺平就能有系统，老子修炼个蛋啊！李萧师兄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老师都开始讲道了，就差你一人了。又来一个看不起我的。哦，知道了。哎呦嘿，别说，这妞虽然脾气不咋地，但这身材却没得说，前凸后翘。我操，这妹子发什么疯？干嘛这么看着我？难道是因为我长得太帅，一见面就喜欢上我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竟然听到了李潇的心声。还看？难道我就这么迷人，把云霄妹子迷得七晕八素，半天都回不过神来了？自恋狂！云霄师妹，等等我啊！老师，弟子已经将李潇师兄唤来了。弟子李潇见过老师。入座。是老师。天地魔。这臭小子终于安生了一回。尼玛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又是他！这云霄妹子的身材真是不错，这小模样很正点啊。淡定，等老师讲完道，我定要至死好看。云霄这两个妹妹也很正点嘛。云霄是御姐，琼霄小家碧女，碧霄嘛整个一萝莉，三姐妹各有千秋，我喜欢。这三姐妹不仅人长得漂亮，气运也不错。离开金鳌岛，向东8万里左右有座仙岛，上面有2条蛟龙化的宝贝。操，这不是金蛟简吗？金蛟简？他在胡说什么？再往东南10万里，再往西6万里，又会得到一本马桶。哦不，灰原金斗，还有九曲黄河大阵的阵盘，在离金鳌岛西北7万里的海底。这三姐妹气运真好，我要不要捷足先登？算了，好歹是自家师兄妹，我是男人，得大方点，不跟小女人一般计较。哼，真能鬼扯！你要是能看透机缘，会是这副模样，真是个混蛋。话说我截教美女真多啊，金陵师姐是女王型，吴当邪姐高冷范儿，龟灵师姐脾气太暴。之中有一仙，名曰通天。通天者乃韩军老祖之弟子，与元始天尊老子为师兄弟。
通天教主创立截教，分为内门和外门。此次讲道就此结束，尔等回去好生参悟。是老师。哦，老师，讲完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宿主舒舒服服睡了一觉，奖励10万年修为。我操！李潇师兄突破了，铁树开花了，天仙中气，李潇师兄终于突破了。李潇师弟，你突破天仙中期境界了。是啊，李潇师兄，你终于突破了。突破了，还真突破了。早知道睡觉就能突破，我他喵的还修炼个屁！咸鱼才是王道。李潇，不错，继续努力。是，师尊。努力个锤子！我选择继续咸鱼。好了，都散去吧。唉，又是无聊的一天。睡觉睡觉，梦里自有黄金屋。让我看看这逆徒是不是真的在努力，竟然在睡觉。尼玛，说好的努力呢？都是骗人的！逆徒，逆徒！难道当年贫道截取一丝天机，算错了？李潇难道不是？向东而行8万里，有一座仙岛，仙岛上有宝贝，名号金蛟剪。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两位妹妹，随我来。姐姐，我们不回三仙岛去哪里呀？姐姐也不确定，你们随我去看看便知道了。此地果真有一座仙岛。姐姐，你看那仙岛之上神光氤氲，好像有宝贝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宝贝！大姐、二姐，此乃金蛟剪，是上品先天灵宝，我们运气真好。三妹，你说这剪刀叫什么？金蛟剪啊！大姐，怎么了？你怎么这副表情怪怪的？大姐，你是怎么知道这里有座仙岛？仙岛之上有宝贝的？说我听了那个万年废柴李潇的心声，谁会信？李潇不是个万年老废物吗？他怎么能看到我们的机缘？难道他是大智若愚，故意装成一副废物的样子？对了，还有2件宝贝，两位妹妹，快随我来。按照李潇心声所说，向东南飞了10万里，又向西飞了6万里。大姐，又有宝贝！大姐，你可真是神了！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宝贝的？混元金斗，又是一件上品先天灵宝。不是我神，是李潇师兄神。大姐，还有没有宝贝了？大姐，还真有啊，在哪里？快带我们去！两位妹妹随我来。李潇的心声说在西北方向。在海里。九曲黄河大阵阵盘，大姐，你可真神了，竟然又寻到一件宝贝。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李潇师兄竟然有如此神通，能窥探到天机。大姐，你发什么愣啊？哦，没什么。既然李潇师兄不想暴露，我也不好将他卖了。大姐，你要去哪里？等等我们啊！大姐，我们不是刚从金鳌岛出来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大姐，我们来第5峰做什么？来见武师兄。哼，见武师兄？见那个废物做什么？住嘴！以后不许说武师兄是废物啊！大姐，你……两位妹妹，从今以后你们不许再说武师兄的坏话。记住，武师兄不是废物，而是绝世大才。绝世大才？那个整日睡大觉的？完了，大姐真疯了！走吧，我们去拜见武师兄。对了，待会儿见了他，不可无礼。二姐，你说大姐为什么突然说武师兄是绝世大才？谁知道呢？二姐，你说咱们大姐是不是看上武师兄了？啊？这……我再强调一遍，待会儿见了武师兄不可无礼。哦，可能是真的，怎么会？那个废物。武师兄可在洞府中？云霄携两位妹妹求见。云霄，他找我干嘛？废物果然是废物，就知道睡觉。
李潇师兄故意掩盖自身，有才而不外露，这才是真正的高人风范。吴师兄，我携2位妹妹来拜访，我们可否进去？哦，进来进来。不知3位师妹突然造访，所为何事？多谢吴师兄。什么情况？大姐在向这个废物行礼。云霄师妹何故如此？装，武师兄真能装。明明是他指点了我们的机缘，为何要装成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？哎，什么情况？这云霄妹子干嘛这么看着我？难道说是因为我长得太帅，把她迷得七荤八素了？她对我这么好，还主动来我洞府，我要不要？吴师兄真不正经。云霄师妹，不知方才那是何意？李潇师兄，我此番前来是想向师兄请教老师所讲的8九玄功。大姐疯了，向这个睡觉的废物请教，他会8九玄功就有鬼了。8九玄功，我连9转玄功都会了，区8九玄功自然不在话下。但我不能让别人知道啊，毕竟老师讲到的时候，我可是在睡觉。没想到武师兄竟然连9转玄功都会了，怪不得老师讲8九玄功的时候他会睡觉，原来如此。那个云霄师妹，8九玄功我也不会啊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装，你连9转玄功都会了，还说不会8九玄功？云霄师妹干嘛这么看着我？这幽怨的小眼神实在令人心疼啊！难道说她真的看上我了？武师兄可在洞府当中？长耳定光仙，他来做什么？进来吧。定光仙师弟，你来找我，所谓何事？咦，武师兄对定光仙师兄怎么是这个态度？我们来的时候他还挺和善的，怎么见了定光仙跟见了仇人似的？定光仙之私，日后要背叛我截教，我要不要现在就干掉他？唉，算了，他现在毕竟还没叛教，我如果杀了他，老师肯定要问责。再说，咱现在实力也不济啊，还是等以后再说吧。什么？定光仙这厮要叛教？吴师兄，老师有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走吧。是。云霄师妹，那个老师叫我……哦，那武师兄你快去吧，我们也告辞了。大姐，你有什么心事啊？总不能说我能听到李潇的心声，知道定光仙要叛教吧？大姐，你是不是喜欢上武师兄了？你们2个死丫头，别胡说！不是我们胡说，是你无缘无故去拜访他，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大姐啊，你这么优秀，为什么非要喜欢上武师兄那样的废物啊？胡说八道！我才没有喜欢他，只是，哎呀，跟你们说不清楚了。有问题。3位师妹，贫道有礼了。师兄有礼了。大姐，你怎么了？大姐，这是定光仙师兄啊。我知道他是定光仙。定光仙，受死！云霄，你发什么疯？大姐，你做什么？这位是定光仙师兄啊！是啊，大姐，你怎么了？哼，正是因为他是定光仙，我才要砍他。定光仙，受死！疯子，真是个疯子！定光仙，今日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将你斩于剑下！云霄，你个疯婆子，贫道到底如何招惹你了？你要下此毒手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云霄疯了，要杀我呀！这什么情况？云霄师姐性子最是温柔，怎么会追杀定光仙师兄？是啊，太奇怪了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成何体统？大师兄救我！那云霄得了失心疯，无缘无故就提剑砍我，还请大师兄为我做主啊！云霄师妹，且住手！何故同门相残？大师兄，你让开！
今日我非杀了此贼不可。定光仙师弟，你到底如何得罪了云霄师妹？快向她道个歉，我来给你们做个和事佬。大师兄，我真的没有得罪她呀！我在路上看到她们三姐妹，就上前打个招呼，谁知这云霄拔剑就砍，要不是我跑得快，今天就见不到您了。这云霄师妹脾气是出了名的好，怎会无缘无故斩你？大师兄，我说的句句是实，她真的得了失心疯了。两位师妹，定光仙说你们大姐无故砍他，此事是真是假？云霄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云霄，你来必有功。徒儿见惯老师。云霄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你为何非要杀定光仙？的确是云霄无故动手，但我这个徒弟，若非天大的事，绝不会如此。怪哉，此事竟连我也算不出缘由。好了，此地已被为师禁止，即便是诸天圣人也听不到我们的对话。说吧。老师，那长耳定光仙日后要背叛我截教，因此弟子才想提前斩杀此贼。长耳定光仙要叛教，这你是如何得知的？叛教可是天大的事，更何况天机混沌，连我这个圣人都无法窥探，云霄是如何得知的？老师，弟子是从五师兄那里得知的。李霄？是的，老师。云霄啊，你若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，为师或许还信几分。你那五师兄满嘴冒泡，张口就来，他的话你怎么能信啊？老师，不是李霄师兄亲口说的。不是他说的，那你刚才不还说是从他那儿得知的吗？怎么又改口了？老师，接下来弟子要说的话有些太过不可思议，但弟子所言句句属实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且说来。老师，其实弟子能够听到李霄师兄的心声。听到心声？云霄，你……老师，弟子知晓此事匪夷所思，但这一切都是真的，弟子有证据。哦，有何证据？老师，前番您讲道时，弟子听到李霄师兄心声，说我们三姐妹有机缘会得3件宝物。弟子当时心中一动，便留了意。后来下山，弟子便找到了这九曲黄河阵盘。弟子离开金藕岛后，便去试探，果然寻到了3件上品先天灵宝。这九曲黄河阵盘便是其一，另外2件金蛟简和混元金鼎在我2位妹妹手里。这果真有此奇事？弟子所言句句属实。李霄竟能窥探他人机缘，难道贫道当初推算的没错？我截教的未来当真应在此子身上？好你个逆徒，竟连为师都骗了过去，深藏不露，大智若愚啊！可此事跟你砍定光仙有何关联？老师，前番我去拜访五师兄，恰逢定光仙也去了。当时我便听到五师兄心声，说定光仙日后会背叛我截教，还犹豫要不要斩杀他，只是顾及老师您会责罚，才作罢。弟子回三仙岛时，途中又遇上定光仙，一想到此贼日后会背叛师门，弟子一时没忍住，便提剑砍了他，还请老师责罚。李霄的心声，当真说定光仙会叛教？是的，老师，弟子听得清清楚楚，绝不会有错。云霄，你能偷听到李霄心声一事，切记，万万不可让他本人知晓。从今往后，你若再听到什么，速来禀报为师。是，老师。老师，还有一事，弟子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但说无妨。弟子还听到李霄师兄的心声，说他竟然会传说中的九转玄功。什么？九转玄功？此话当真？三清同源，
都只得了部分盘古开天奥义，和3人之力都未能推演出完整的九转玄功，只能退而求其次弄出个8、9玄功。没想到我碧游宫中竟有如此福缘深厚之人，怪不得我讲8、9玄功时，这臭小子呼呼大睡。原来人家会的是更正宗的九转玄功。千真万确，弟子听得清清楚楚。好你个臭小子，竟然藏得这么深！云霄，李霄会九转玄功之事，事关重大，绝不可外传。即便是对赵公明和你的2个妹妹，也不可说。是，老师，弟子知晓。还有定光仙之事，你莫要再声张。今日之事，为师会以你练功走火入魔为由搪塞过去，此事为师自有计计。是老师。好了，你且去吧。是，弟子告退。定光仙，云霄乃练功走火入魔，才误伤于你。此乃一颗7转金丹，你且服下，好生养伤。多谢老师。走火入魔，此事恐怕没这么简单。没想到那逆徒竟会九转玄功，还藏着这么多秘密。待为师看看他现在在做什么。咦，奇怪，是什么东西挡住了贫道的神识？这金鳌岛上竟还有贫道窥探不了的地方。这臭小子隐藏得够深啊！贫道倒要亲自去看看。这是盘古真身，真的是九转玄功。这臭小子，何人敢擅闯贫道的洞府？是为师。老师，您怎么偷窥弟子修炼？我去，这老头子不会是个偷窥狂魔吧？平时没事就喜欢偷窥别人。什么叫偷窥？哼，若不是为师看一眼，如何知道你这臭小子竟然会九转玄功？您看，您自己都承认是偷窥了。臭小子藏得很深啊！说，你到底还有什么秘密？秘密？什么秘密？哼！好了，少在为师面前装可怜，把你方才修炼的九转玄功心法给为师复制一份。老师，您是圣人，怎么能这么理直气壮地找弟子要东西呢？您不觉得丢人吗？少废话，说吧，什么条件？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！嘿嘿嘿，老师，那24颗定海神珠是不是在您这儿？哦。拿去，赶紧把九转玄功给我写下来。要是敢缺斤短两，休怪为师对你不客气。这个自然，老师您就放心吧。嘿嘿，师尊实力强了，对我也有好处，这波不亏。弄好了，给为师送到碧游宫来。哈哈，好宝贝，我的了。哼。大哥，三位妹妹，多年不见，可好？大哥，我们好着呢。你们大姐这是怎么了？我看她神不守舍的。哎呀，大哥，大姐她中魔障了。魔障？什么意思？前些日子，大姐竟然提剑砍了定光仙师兄，老师说她是练功走火入魔了。什么？提剑砍定光仙？这还是我那个温柔贤淑的妹子吗？还有，
大姐这些日子没事总喜欢往第五峰跑，我们猜大姐可能如何了？快说啊，急死我了！大姐可能喜欢上五师兄了。什么？喜欢上李潇那个废物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我优秀的妹妹会看上截教人尽皆知的废物。可能是五师兄给大姐下了什么迷魂咒了。哼，好你个李潇，竟敢打我家妹子的主意！贫道要你好看！哎呀，大哥！你们跟大哥说什么了？我们就说了大姐你可能喜欢五师兄。哎呀，你们真是要坏事了！赵公明求见五师兄。耶，公明师弟啊，快请进。这可是未来的五财神，得搞好关系。大哥，五师兄，你们没事吧？云霄师妹这话说的，我跟公明师弟能有什么事？大哥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之后跟你详细说。哦，说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五师兄，我们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莫名其妙。唉，说起来，赵家兄妹也真是可怜，如此重情重义，最后竟然都落得个生死道消的下场。云霄虽然活了下来，却被压在麒麟崖下，也是凄惨。什么？大哥和两位妹妹都会生死道消？我会被压在麒麟崖下？这怎么会？妹子，大哥，两位妹妹，我有些事需去寻老师，你们先回三仙岛等我。发生了何事？我怎么看你脸色这么难看？哎呀，没事，我能有什么事？大哥，你们先回去吧。那好吧，你若有事，千万要跟大哥说。老师，弟子云霄有万分紧急之事求见。云霄，何事如此惊慌？老师，我又听到五师兄的心声了。他说什么了？让你脸色如此难看？五师兄的心声说，我兄长赵公明还有琼霄、碧霄两位妹妹，将来都会生死道消，而我会被压在麒麟崖下。老师，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兄妹啊！什么？赵公明他们都会死，你会被镇压？老师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云霄，你且先别着急，有为师在，定不会让你们兄妹出事。这几枚符篆你先拿着，给你们兄妹一人一张，贴身带好，以防万一。多谢老师。云霄，此事我们需从长计议。你今日多去第五峰与李潇接触，看看能否再听到些有用的信息，为师也好对症下药，为你们寻破解之法。是，老师，弟子明白了。麒麟崖，难道云霄他们的劫难与阐教有关？元始，你敢？妹子，到底怎么了？你脸色还是这么差。兄长，两位妹妹，老师算出我们兄妹日后将有大劫，这是老师赐下的护身符篆，让我们务必贴身带着。大姐，我们到底有什么灾劫啊？老师没细说，只说此劫会有血光之灾。不过什么？老师说破解此劫的关键应在五师兄李潇师兄身上。李潇师兄那个废物，他能帮我们解灾？三妹，不许这么说。老师亲口说五师兄乃大智若愚之辈，深藏不露。我们若想破劫，非得他帮忙不可。哦，知道了。所以，这才是你之前总去第五峰的原因。兄长，两位妹妹，事关我等身家性命，我们还是再去拜访一下五师兄吧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去。五师兄可在洞府当中？咦，公明师弟，三位师妹，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那个五师兄，我们闲来无事，特来找你饮酒论道。论道？跟我一个废物论道？这几个人搞什么鬼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啊！我听闻五师兄酒量不错，来，今日我们不醉不归。想灌醉我套话？哼，天真！来，干！就这。
这可怎么办才好？哎呦嘿，这赵空明也真是悲催，此番宝贝得而复失，竹篮打水一场空啊，白忙活一场。得而复失？罢了，我夺了他机缘，得了他24颗定海神珠，就帮他一把吧。改日去老师那儿求来上清宝珠，或许对他有益处。五师兄竟然夺了兄长的机缘。那个五师兄，3位妹子，贫道今日还有些事情，便先告辞了。五师兄，我们也告辞了。这个兄长跑得可真快。两位妹妹，你们先回三仙岛，我有些事情需要去寻老师。好的，大姐。云霄，可曾探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？老师，我听到李潇师兄的心声，说他夺了我兄长赵公明的机缘。老师可是曾想将24颗定海神珠赠予他。那李潇连这个都知道？难道这事是真的？不错，贫道原本是想将定海神珠赠给赵公明，只是李潇前来索要，贫道便赠予他了。五师兄竟然连圣人心思都能看透，他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云霄，你还听到了什么？李潇师兄还说，我兄长此番离开金鳌岛会有机缘，但却是得而复失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贫道知晓了，你且去吧，若再听到什么，再来禀告。是，老师。赵空明，放下定海神珠，否则我龙族定不与你甘休！师妹，快跑！这是烛龙。烛龙还活着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潜入我龙宫盗宝！速速交出定海神珠，反作或可饶你们一命。烛龙前辈，切莫动手。你是何人？烛龙前辈，我乃是截教通天圣人座下第5亲传弟子李潇是也。通天圣人的亲传弟子，李潇师兄来了。李潇师兄，那个李潇师兄，定海神珠给你。李潇小友，你虽是圣人亲传，但也不能这般强拿我龙宫宝贝吧？烛龙前辈误会了，其实我此番是奉了老师之命前来取定海神珠的。当然，我家老师也不会白取，他老人家答应帮龙族消除业力之祸。逆徒竟然敢打着贫道的名义招摇撞骗，你以为拿业力是这么好消除的？贫道怎么收了这么个徒弟？小友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，我师父可是通天圣人，圣人的话有假吗？逆徒！这个逆徒真的是想起死回生啊！那老龙便在龙宫等小友的好消息了。好险，好险！嘎嘎，老师的名头可真好用，看来以后出去得制作一面旗子，书声“吾乃通天圣人亲传弟子”。李潇师兄，你不是老师让你来的吧？云霄师妹。这你也知道？李潇师兄，你竟然冒充老师法旨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。这有什么？想来老师也不会那么小家子气，因为这点小事便惩罚于我。哼！师弟师妹，你们先忙，我就先回金鳌岛了。李潇师兄，
老师有请。亏牛师弟，可知老师寻我何事？师兄，老师心情不太好，你小心点。脸色不好看。亏牛师弟，那个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，你也没有见过我。李潇师兄，老师法旨，你竟然敢不去？你去哪里啊？我没见过你。逆徒，逆徒！哼，那逆徒只有天仙中期的修为，此番出去必要吃些苦头，吃些苦头也好。牛儿，你再去三仙岛跑一趟，让三霄暗中保护李潇。是，老师。亏牛师弟，可是老师派你来有什么事情吗？云霄师姐，五师兄他违抗老师法旨，私自出岛游历去了。老师不放心，让我来传旨，让3位师姐暗中保护五师兄。既如此，那就有劳亏牛师弟了，我们这就去。哼，真是晦气，怎么遇到这个废物？五师兄，你如何来这里了？为兄闲来无事，四处逛逛。既然如此，五师兄，贫道还有事，便先告辞了。这是有宝贝出世，贫道果然是气运无敌啊！哈哈哈，这回发财了！我尼玛，老子命就这么衰吗？有了，毗卢仙，你敢小瞧我，就替我背一次锅吧！定光仙师兄，毗卢仙师弟，你如何来此？师兄，老师唤你去碧游宫。老师，师兄莫担心，这血菩提尚未成熟，你布下封印即可。此处地势隐秘，放心吧，师弟所言甚是。师弟，我们走吧。师兄先行，归灵师姐也在附近，我还得去通知她。如此，贫道便先走了。血菩提，我的了。哈哈哈！毗罗仙，这回够你喝一壶的了。这李潇师兄可真不是个东西，为了灵果竟然挑拨同门。五师兄这人品有问题，此举非君子所为。这毗卢仙日后成了佛门的毗卢遮那佛，定然也是背叛我截教了。贫道坑死这个王八犊子！什么？毗卢仙师兄也会背叛我截教？原来如此。大姐，像五师兄这样的无耻之徒，我们保护他做什么？三妹，闭嘴！五师兄这么做有他的道理。大姐，你怎么老是维护五师兄啊？你是不是喜欢五师兄？是啊，大姐，说你是不是喜欢五师兄？哎呀，你们不要胡说八道，我怎么可能？总之，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日后你们就知道了。老师，弟子定光仙求见。进来吧。定光仙，你找为师何事？老师，不是您找弟子吗？贫道未曾找过你啊。那个老师，既然无事，那弟子便先告辞了。去吧。不好，贫道的血谱他。奇怪，方才明明有异象，怎么会没有宝贝呢？毗卢仙师弟，你如何在此处？你不是去寻归灵师姐去了吗？归灵师姐，定光仙师公在说什么？贫道不曾去寻他呀。这，贫道的血菩提呢？什么血菩提？定光仙师兄，贫道之前未曾见过你啊。
皮卢仙，还说不是你，还贫道的血菩提来！定光仙师兄，误会啊！贫道真的没有拿你的血菩提。那这个你怎么解释？定是你取走血菩提时不小心掉落的，快还来，否则休怪贫道对你不客气。师兄，贫道真的没有拿呀！混账东西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！定光仙师兄，切莫动手，你听贫道解释。解释！好你个毗卢仙，还敢还手！毗卢仙，哪里走？哈哈哈哈哈！狗咬狗一嘴毛，好，好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五师兄简直太损了！是啊，他怎么能这样坑害自家师兄弟？兄长，两位妹妹，此事你们先别声张。李潇师兄做得对，做得太对了。待以后你们就知道为何了。这是老师的法旨，你们切不可外传。老师知道，老师乃是圣人，自然知晓此事。老师救我！老师救我！毗卢仙，少在老师面前装可怜，我们今日就去老师面前评评理。定光仙、毗卢仙为何在碧游宫前吵闹？进来说话。你们二人为何如此？老师，你要为弟子做主啊！师兄莫担心，这血菩提尚未成熟，你布下封印即可。此处地势隐秘，放心吧。老师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弟子真的没有拿，请老师明察秋毫，还弟子一个公道。毗卢仙，在老师面前，你还敢狡辩？好了，别吵了。天机一片混乱模糊，居然什么也算不出来。好了，你们二人都是自家师兄弟，如何为了一颗灵果争闹不休？速速都退下，不许再争吵。是老师。定光仙师兄，你一定要相信贫道。哼，拿没拿你心里清楚。此事没完！老天啊！谁能告诉贫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兄长，两位妹妹，你们且先暗中保护李潇师兄，我回趟碧游宫有要事禀告老师。云霄妹子，你且去，由我们保护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兄长二姐，你们发现没？大姐怎么神神秘秘的？是啊，大姐最近总是往碧游宫跑。嘘。云霄，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毗卢仙，你敢小瞧我，就替我背一次锅吧。定光仙师兄，逆徒，竟然干出这等陷害同门的事情！贫道怎么收了这么个逆徒？只是那逆徒是如何掩盖天机的，就连贫道也算不出一二。这逆徒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？老师息怒，其实李潇师兄这么做是有原因的。那个逆徒能有什么原因？我听到了李潇师兄的心声，说毗卢仙师兄也会叛教。什么？毗卢仙也会叛教？李潇师兄的心声是这么说的。原来如此，这招虽然损了点，但却是嫉恶如仇，对截教忠心耿耿。云霄，可还有什么？成为什么佛门的毗卢遮那佛？什么佛门？西方教、佛门，这二者之间有何关联？云霄，你继续回去暗中保护李潇，顺便探听出更多有利于我截教的消息。是老师。大姐，你是不是把李潇师兄陷害同门的事儿跟老师说了？都说了。老师如何说？老师说，李潇师兄做得好。妹子，老师真是这么说的？是，
兄长，两位妹妹，其中情由日后我会详细解释，你们暂时先别问了。大姐，你是不是喜欢李潇师兄，故意替他隐瞒了什么？臭丫头，找打不是？我是那么没轻没重的人吗？贫道当是谁？原来是李潇师兄啊！黄龙师弟好，李潇师兄啊，贫道虽然唤你一声师兄，但这声师兄却是唤得心不甘情不愿啊。为何？听闻李潇师兄数万年还是天仙，而贫道早已是太乙金仙。你说这声师兄我叫得情愿吗？看来你截教的功法也不过如此。这黄龙真人太无礼了。三妹且慢，看李潇师兄如何应对。黄龙师弟，我与你情况不一样，我是因为懒，但我却听闻黄龙师弟背地里被人称之为四无真人，不知是也不是？四无真人什么意思？无法力、无灵宝、无弟子、无根脚啊！你李潇，你太过分了！哈哈哈哈！哟，这不是黄龙师弟吗？赵师兄，黄龙师弟呀，你如何才太乙金仙境界？贫道早就突破大罗金仙了。五师兄，我们都突破大罗金仙了，老师说让你也加把劲呢。这不是黄龙师兄吗？我记得我们比你入门晚，你竟然还没突破大罗金仙。老师待我还是很不错的嘛。黄龙师弟，看到没？他们都唤贫道师兄，你说贫道当不当得起你一声师兄？叮，宿主舒服的打了个哈欠，恭喜宿主获得10万年修为。这厮只是打了个哈欠，就连跳2级。宿主看美女，心神愉悦，恭喜宿主奖励20万年修为。真仙初期，这系统真给力！又突破了。黄龙师弟，你当年从天仙突破真仙用了多少年？10万年还是100万年？广成子师兄，等等贫道！李潇师兄，我们有缘再见。这广成子不愧是12金仙之首，前方竟有3处机缘，真是福缘深厚啊！嘿嘿，有了。极品先天灵根，9天玉露果。哼，不错。黄龙师弟，贫道感应到一处机缘，就在前方。恭喜师兄！不好，有人夺了贫道的机缘。这是9天玉露果藤蔓，1玉黄龙衰3年。混账！这是哪个王八犊子在坑害贫道？广成子师兄，你不要相信那话。黄龙师弟放心，贫道如何会信？只是不知是谁夺我机缘，若让贫道知晓，非得让他付出代价。哈哈哈哈！黄龙师弟，贫道又感应到一处机缘，不好，贫道又感应不到那机缘了。这是哪个王八犊子如此坑害贫道？若是让贫道知晓了，定不与你甘休。上仙饶命！上仙饶命！贫道问你，方才是否有人来此拿走了一件宝物？回上仙，是的，我隐约听到那人说是什么种水珠，极品先天灵宝种水珠。那人长什么模样？回上仙，那人周身神光蒙蔽，小的看不清他的面容啊！没用的东西！广成子师兄，等等贫道，你不要相信那人的鬼话，他明显是在坑害贫道。
贫道又感应到了宝贝。恭喜广成子师兄！该死！又有人夺走了贫道的机缘。这是传说中10大先天灵根中的黄钟李的花朵，那可是比人参果、蟠桃还要珍贵的黄钟李呀！我尼玛！广成子师兄，你听贫道说，滚！谁能告诉贫道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哪个王八犊子在陷害贫道啊？这五师兄也太损了点儿，老师还担心五师兄会吃亏。我看该担心的是遇到他人才对。不过，李潇师兄是如何知晓广成子的机缘的？这也太逆天了吧！嘿嘿，此番我夺了广成子的3个机缘，实在是爽啊！那黄龙真人这回可被我给坑惨了，怕是日后产顿主人见了他，如避瘟神了。那黄龙真人是阐教的忠实粉丝，日后封神大战中，每逢战事必登当先。此番也算是给他一番教训。什么封神大战？莫非在封神大战中，阐教要与我截教对敌不成？黄龙啊黄龙，你敢多于我，那我就将你往死里整！师兄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得让赤中子也栽个跟头才行。嘿，有了，黄龙，活该你倒霉！难道宝贝在女娲庙不成？雾草，好你个赤仙子，胆大包天，竟敢写诗戏弄本宫！弟子见过女娲娘娘。哼，你该当何罪？娘娘，那诗不是弟子写的。弟子路过此地，进去一看便有，弟子冤枉啊！难道是元始天尊在遮掩？还不承认？当本宫好欺负不成？女娲娘娘饶命啊！元始，你什么意思？女娲师妹，还请手下留情。元始师兄，你这弟子如此欺辱本宫，你却来护短，是以为本宫好欺负不成？师妹切勿恼怒，是贫道弟子罪过，待贫道回去定当好生管教。贫道的仙性恰好熟了，这里有3颗，全当赔罪，还请师妹务必收下。元始师兄，这次的事就这么算了，但你回去后必须好好管教你这弟子。师妹放心，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。那要是没事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师兄慢走。逆徒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师，弟子是冤枉的。弟子路过那女娲庙，进去时那诗就已经在墙上了。还敢狡辩？你真是色胆包天，竟会给贫道惹事！哼！师兄子师弟，你这是做了什么，惹得老师发这么大火？别提了。难道宝贝在女娲庙不成？雾草，师弟，那诗真的不是你刻的？师兄啊，借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亵渎女娲娘娘啊！赤精子师弟，你之前是不是见过黄龙师弟？确实见过，
但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是9天玉露果藤丸，1玉黄龙摔3年。这是传说中10大先天灵根中的黄钟李的花朵，那可是比人参果、蟠桃还要珍贵的黄钟李呀！哈哈哈哈！黄龙师弟，贫道又感应到一处机缘，不好，贫道又感应不到那机缘了。真是一见黄龙摔3年啊！难道我这么倒霉，真是因为见了他？诸位师兄师弟都到了。哎，师兄子师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黄龙师弟，你别过来！诸位师兄，你们这是？没什么，老师讲到的时间快到了，我们先进去了。师兄，1玉黄龙摔3年，真有这么邪乎？不知道，快走快走！该死的，到底是谁在坑我？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到底是谁在针对我？黄龙啊黄龙，让你揶揄我，这回被孤立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五师兄这手段也太损了吧！他胆子也太大了，连女娲娘娘都敢算计。这要是被娘娘知道了，还不得打上我们金鳌岛？这件事必须禀报老师。李潇师兄连圣人都敢算计，再让他这么游历下去，天知道会捅出多大的篓子。我这就回碧游宫。弟子见过老师。云霄，可是又发生了什么事？是9天玉露果藤丸，1玉黄龙摔3年。这是传说中10大先天灵根中的黄钟李的花朵，那可是比人参果、蟠桃还要珍贵的黄钟李呀！哈哈哈哈！黄龙师弟，贫道又感应到一处机缘，不好，贫道又感应不到那机缘了。贫道还怕这逆徒出去吃亏，看来是多虑了。该担心的是别人，他真的得了传说中的黄钟李。是的，老师。好，好啊，不愧是我通天的弟子，这机缘夺得好。老师，弟子还听到五师兄心声，说什么封神大战，还说我截教和阐教日后必有一战。封神大战，哼，看来贫道得早做准备了。还有什么事？老师，接下来的事您可千万别动怒。贫道修行无数岁月，道心早已稳如磐石，哪有那么容易动怒？您动怒的次数还少吗？克师之事，雾草，好你个赤仙子，胆大包天，竟敢写诗戏弄本宫！弟子见过女娲娘娘。逆徒，逆徒！这个逆徒胆大包天，他竟然连圣人都敢算计！老师，您不是说您道心稳如磐石，这变脸也太快了。这能一样吗？不行，贫道得把他抓回来，再让他晃荡几天，他不得把天都给捅个窟窿？怎么回事？竟然算不到这逆徒的踪迹。云霄，你去告诉赵公明他们，就算是绑也得把那个逆徒给盘宫绑回来。是，老师。师妹，老师怎么说？老师说让我们把五师兄带回金鳌岛。老师英明，五师兄胆子太大了，是该管管了。可是大姐，五师兄那么有个性，他能乖乖跟我们回去吗？老师放话了，就算是绑，也得把他绑回去。哦，那好办了。师弟师妹们，你们跟了我一路，不累吗？累呀，心累。五师兄，我们这一路跟着你心惊肉跳的，所以还是请你跟我们回碧游宫吧。老师有请。不回去，老师太可怕了。五师兄，老师说了，今天就算是绑，也得把你绑回去。
好吧，我回还不行吗？老师，弟子李潇求见。逆徒，你还知道回来？给贫道滚进来！弟子拜见老师。逆徒，你还知道回来？我也不想回啊，不是您叫人把我绑回来的吗？逆徒，你说什么？老师息怒，弟子是说您风流倜傥、英俊潇洒，大人有大量，肯定不会跟弟子计较的。逆徒，说你错哪儿了？老师，那黄龙真人罗玉弟子，我怼回去不也是给您长脸吗？20波向来看不起咱们截教，我怎么能示弱？老师您说对不对？好像是有点道理。对嘛，咱们就抢他机缘，坑他也是气死他。老师您说对不对？好像也对。对嘛，既然弟子做的都对，那弟子就先告辞了。老师您忙。逆徒，混账东西，你敢带偏贫道，给贫道滚回来！老师还有什么事吗？你还敢混淆视听？是老师说的对，还是你做的对？是老师您自己说的呀。混账，你气死贫道了！老师息怒，弟子错了，弟子真的错了。逆徒，少给贫道来这套。贫道说的是你为何在女娲庙中刻字？你不知道圣人不可亵渎吗？你胆子也太大了！今日贫道若不给你点教训，你以后不得把天给捅个窟窿？老师，那也是情非得已嘛，只有那样才能坑死赤仙子那苏啊！混账东西，你还有理了？这事儿万一让女娲知道是什么后果，你想过没有？贫道怎么收了你这么个逆徒？你气死贫道了！老师，这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哦，还有顾明师弟和三霄师妹知道，只要我们不说女娲娘娘是不会知道的。你老师啊，弟子要坑赤仙子，自然要往死里坑，风险越大，回报才越大嘛。逆徒，跪下！老师，弟子本来就跪着呀。你再顶嘴，再说你那些歪理，贫道就把你扔进茅坑里去。老师，弟子知道错了，求老师息怒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这位老师气急了，真能干出这事，先认怂再说。逆徒，给贫道滚出去！最近不准离开金鳌岛。得嘞。看来老师也没那么好糊弄。谁偷袭贫道？大师兄，是老师偷袭你。老师，这位是？上仙好，我叫清风，是镇元子大仙座下童子。弟子多宝拜见老师。多宝啊，有什么事吗？老师，镇元子大仙派童子前来，说是人参果熟了，请您前往品尝。知道了，贫道此番去武庄关，教中事务便由你打理。是，老师。贫道不在的日子，由多宝代为打理截教。还让大师兄打理，我截教这下要完犊子了。日后这多宝道人化胡为佛，成了佛祖。现在想来，他才是封神大劫的最后赢家呀！搞不好整个封神大劫就是他挑起的，好像就是他挑唆老师摆下诛仙剑阵，葬送了整个截教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对了，他想效仿道祖，集一个亮劫的气运于己身，正道会元。老师，你且先去五竹关，贫道稍后便到。云霄，何事？老师，弟子方才听到五师兄心声，说您一直让大师兄打理教务，早晚会出事。为何？五师兄说，大师兄日后会成为佛门的佛祖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多宝会叛教？这怎么可能？贫道待他不薄，他如何会背叛贫道？五师兄的心声的确是这么说的，大师兄怕是真的会叛教。可是没理由啊，他为何要这么做？回禀老师，我听五师兄的心声说，大师兄是为了效仿道祖，借助亮劫之力，集整个亮劫的气运于一身，从而……哼，这个逆徒胆子也太大了。老师，但说无妨。我还听到五师兄说，大师兄为了正道，挑拨您布下诛仙剑阵，最终葬送了整个截教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我截教会灭亡？五师兄的心声是这么说的。好你个多宝，贫道待你不薄，你却要葬送我整个截教！老师，那武庄院
您还去吗？去个毛线！为了几个果子，让多宝趁机夺权，让整个截教万劫不复，这买卖亏大了。不去了，回金鳌岛。云霄，此事切记保持平常心，万不可再做出砍定光仙那样的事。是老师。弟子拜见老师。老师，您不是去五珠关了吗？为何？贫道突然感应到天道，急于修炼，便回来了。恭喜老师了。李潇，老师，换弟子何事？贫道要闭关，无法去五珠关，你代替为师去一趟吧。这可是天大的好处啊！弟子去，这不合适吧？况且您不是不让弟子出金鳌岛吗？人参果哪有我的黄钟离香？听大佬讲道，哪有我自己修炼九转玄功术？还有咸鱼系统呢，去那儿干嘛？老师，既然李潇师弟不愿去，不如让弟子去吧，弟子定不给您丢脸。你去，吃了人参果修为长了好回来叛教吗？老子有那么傻？多宝啊，教中事务繁多，还要仰仗你，你便不要去了。是老师。老师，弟子能不能不去啊？混账东西，你敢违抗贫道法旨，你若不去，贫道就把你填了北海海眼。你妈，把我当申公豹！老师，弟子去还不成吗？云霄，李潇修为低，不足以自保，你便随他一同去吧。二来也好让你继续偷听心声，探听更多消息。是老师。有个漂亮师妹陪着，路上也不寂寞，养眼。说起来我还缺个道侣，云霄师妹模样不错。即刻出发，不得有误。是老师。自从老师回来后，就处处疏远我，还让金陵、吴当他们分了我的权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上次是云霄把老师追回来的，难道是他在老师面前说了我坏话？可没理由啊，他平日与我关系极好，真是奇怪。通天圣人何在？老师有事来不了，便派我二人前来。随我来吧。又来两个吃白食的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竟敢骂我们！你敢在我武装观动手？清风，怎么了？明月，这人敢在武装观动手，放肆，找死！混账东西！老师，这次太过无礼！混账东西，如何敢与上仙争错？退下！二位上仙，是贫道童儿无礼了，还请上座。这位小友是贫道李潇，截教通天圣人门下第5亲传弟子。哦，既是圣人亲传，不知我们可否论道一番？论你娘的道！这笑面虎看我只有真仙修为，是想让我当众出丑，打截教的脸吗？在五师兄面前卖弄，真是不长眼。既然弥勒佛道友有如此雅兴，贫道自然不能扫了大家的兴。既如此，那便由贫道抛砖引玉了。九转玄功，那贫道便也献丑了，直至与大道相合。清净之地，无争斗，无烦恼，无无名，亦无无名尽。李潇道友，该你了。呵呵，要不我们还是先品尝人参果吧。哎，大仙说笑了，我们都讲了，唯独李潇道友不曾。难道说截教的道见不得人吗？既然弥勒佛道友想听，那贫道便献丑了。九转玄功，这是盘古虚影，李潇小友讲的，难道是完整版的九转玄功？这怎么可能？逆徒，你做了什么？老师，弟子只是和几位道友论道而已。李潇师侄，你方才所讲可是完整版的九转玄功？回禀大师伯，的确是完整版的，是老师教的。那个贫道还有事儿，先告辞了。逆徒，还不跟贫道回金鳌岛？老师且慢。大仙，多谢款待，这颗果子全当是贫道的赔礼了。这是黄钟礼！逆徒，逆徒！你是要气死贫道不成？暴露一个九转玄功还不够，连黄钟离也暴露了。之前童子说不原来是真的不想来，人家有九转玄功，确实看不上他这儿的人参果宴。李潇小友，
这黄钟礼太过珍贵，贫道受之有愧啊！大仙，贫道打了您的童子，心中有愧。您若不收，贫道更是过意不去。如此，那贫道就厚颜收下了。清风明月，速去打10枚人参quả来。是。多谢大仙了。说来说去，还是贫度占了便宜。罢了罢了，红云老祖也算是个老好人，就当是给他吃顿断头饭吧。话说他死后，那道鸿蒙子嗣怎么办？要不要提前告诉老师，让他去抢？什么？红云老祖会死？红云前辈，这颗黄钟礼赠予你了。多谢，多谢李潇小友。那个李潇小友，我西方瓶能否也给贫道？哦不，2颗，贫道与师兄一人一个。给你个锤子，资助你，好让你们日后来打我截教。老子有那么傻吗？准贫道友，你当黄钟礼是烂大街的玩意儿吗？识相的速速退去，贫道不与你计较。徒儿，随贫道回金鳌岛。慢着！李潇失职，前番我弟子广成子感应到黄钟礼，却被人捷足先登，想来就是你夺了他的机缘。那黄钟礼可以不要，但你必须将完整的九转玄功写下来。你想屁吃！机缘本就是有德者居之，给你九转玄功，让你修为提升了来打我截教，做梦！果然，封神大战和阐教脱不了干系。二师兄，你的脸皮还是这么厚，竟然向一个后辈提这种要求，你当贫道不存在吗？通天，你说什么？贫道说什么你不清楚吗？广成子感应到就是他的，那贫道还感应到你的盘古幡呢，盘古幡是不是也该是我的？混账！通天，你元始，少在贫道面前张牙舞爪，你以为贫道怕你不成？我已知晓截教未来命运，那就不必再顾及兄弟之情。通天，你竟敢仗着诛仙剑阵耀武扬威！不怕，你便来贫道的诛仙剑阵中走一遭。通天，你目无兄长！好了，在小辈面前成何体统？三弟，撤去剑阵，都散了吧。哼。李潇失职，有空可来我首阳山坐坐。无耻！这个老心脏，还不是惦记人家的九转玄功？大师伯邀请，弟子日后定当前往。李潇小友，有空也可来我西方教坐坐嘛。二位圣人，晚辈听说西方世界乃是鸟不拉屎之地，与我东方相差甚远，晚辈就不去了。好，说得好。徒儿，那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咱们不去。李潇失职，有空也可来我挖护宫坐坐。这是挖皇令，持此令，妖族之人见之如见本宫。多谢女娲娘娘。徒儿，走吧。真元子道友，红云道友，今日叨扰，后会有期。通天教主客气了。老师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去吧。云霄，何事让你脸色如此凝重？老师，弟子听到五师兄心声，说红云老祖将被妖族围攻，生死道远。红云要死，这倒是个有用的消息。李潇是如何知道的这般清楚的？他是传说中的大道之子。大道之子，老师，当红云老祖身死，鸿蒙紫气，我们是否要提前布局？鸿蒙紫气乃成圣之机，事关重大，我截教自然不能坐以待毙。妖族这是要伏击红云，抢夺鸿蒙紫气。师弟，妖族要对红云动手了。师兄，你说什么？前番红云让座，我等欠下天大因果，此因果不消，我等修为再难清净，西方教也必受拖累。师兄的意思是，我们不仅不能管，还要出手掩盖天机。接引的意思很明白，要让红云死透，因果才能了结。师兄所言甚是。镇元子道友叨扰多日，贫道也该回火云洞了。
红云道人，我近来心惊肉跳，总有不祥之兆。你不如在我这儿多留些时日吧。道友多心了，贫道与人为善，人缘好得很，谁会对我不利呢？告辞。帝君、太医，贫道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为何偷袭？红云，你害贫道丢了圣位，今日便要你血债血偿。红云，交出鸿蒙紫气，饶你不死。好啊，原来是冲着鸿蒙紫气来的，此乃道祖所赐，你们也敢抢夺？醒醒吧，红云，道祖未收你为徒，你还真当自己是盘菜了？识相的交出来！想要鸿蒙紫气，有本事就来拿！小心，是99散破葫芦，红砂可伤元神。红云，本帝再说一遍，交出鸿蒙紫气，饶你一命，否则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哼，想要鸿蒙紫气，好，很好，你们来取啊，找死！都留下吧，都给我留下吧！不好，他要自爆，贤弟小心！不好，红云的元神逃了，快追！红云，交出鸿蒙紫气，否则休怪本皇对你不客气。哼，你们别过来，再过来，贫道就将鸿蒙紫气毁了。别，红云道友，有事好商量，好商量，让开！鸿蒙紫气！清平剑！圣人插手了，完了！李潇那臭小子果然说的不错，妖族真的伏击了红云。还好云霄能听到他的心声，否则这道鸿蒙紫气就落入他人之手了。通天道友，这鸿蒙紫气乃是我妖族之物，还请圣人归还。帝俊道友，贫道没听错吧？此物是道祖赠与红云的，你们在此抢夺，还有脸说是你们妖族之物？通天，今日你必须将鸿蒙紫气留下，否则怎么样？难道你们还要向贫道动手不成？圣人说笑了，我们如何敢跟圣人动手？哼，谅你们也不敢。红云道友，一别多日，不曾想已经成了这副模样。多谢圣人相救，那鸿蒙紫气便全当是贫道赠与圣人的救命之恩了。红云道友，不知接下来可有什么打算？还请圣人容我在金鳌岛养伤。也罢。通天，出来，将鸿蒙紫气交出来！通天，将鸿蒙紫气交出来！二师兄，你是脑子进水了吧？那鸿蒙紫气是红云道友赠与贫道的，干你什么事？鸿蒙紫气干系重大，你还是交出来，我们商量一下如何处置。我是首席大弟子，鸿蒙紫气一定是我的，终于要轮到我了。二师兄，你当贫道是傻子？要鸿蒙紫气可以，你得在贫道的诛仙剑阵走一遭才行。老师可真是牛脾气，一言不合就布诛仙剑阵，这阵法动用一次，气运就少一次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二师兄，可有胆子进贫道的诛仙剑阵中走一遭？哼，通天，你休要猖狂，今日贫道便要落你面皮！好，那贫道便成全你。
哈哈哈哈！二师兄，贫道的诛仙剑阵怎么样？老师抢到了鸿蒙紫气，红云那束挂了。不过他死得冤啊！表面是妖族杀的，实际是西方二圣为了了结因果、掩盖天机，才让他陨落。悲催，悲催！云霄妹子为何一直看我？难道被我摔到了？这身材，这脸蛋儿，想想都刺激啊！瞪我，这是在跟我玩情趣？这小模样，真他娘的销魂！你们也知晓，贫道夺得了鸿蒙紫气，现在，贫道就将它赠予你们其中一人。李萧无土，这鸿蒙紫气，贫道便赠予你了，望你好生修炼，早日成就混元大道。老师，弟子才疏学浅，不配鸿蒙紫气。大师兄、二师姐他们都比我修为高，更适合。弟子，这可是鸿蒙紫气，他竟然拒绝！老子将来是要超越盘古大神的男人，要个毛的鸿蒙紫气！再说了，大师兄那狼一样的目光，我拿了能有好果子吃吗？老师，弟子真的不配，您还是赠给别人吧，比如大师兄。赠你个鬼！多宝日后要叛教，赠给他岂不是给截教多一个摄人敌人？哼，逆徒！这鸿蒙紫气是贫道所赠，你不要也得要，要也得要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一个拼命塞，一个拼命躲？李萧，这鸿蒙紫气是贫道所赠，你若是弄丢了或赠与别人，看贫道不把你的屁股打烂。是老师。好了，都散去吧。恭喜小师弟喜得鸿蒙紫气啊！大师兄啊，我这也是没办法，老师非得给我，要不你拿去？我倒是想要，但我要了，老师不得把我活剐了？小师弟说笑了，老师给你的，贫道如何能抢夺？告辞，告辞了。云霄，可是又听到了什么有用的信息？老师，弟子听到五师兄的心声，说害死红云老祖的罪魁祸首其实是西方教那两位教主。哦，西方二世？是，五师兄说是那西方二圣搅乱了天机，阻止镇元子大仙救人，红云前辈这才陨落。这倒也说得通。除了这个，李萧为何要拒绝鸿蒙紫气？弟子正要说这个，五师兄说鸿蒙紫气是天道束缚苍生的一个坑，用它正道将永远无法摆脱天道束缚。他志向远大，要做超越盘古大神的男人，所以才拒绝。哦，他还怕大师兄报复。鸿蒙紫气竟有这种说法，那如何能超脱？这个五师兄的心声没有说。他要做超越盘古大神的男人，定然知晓超脱之法，区区多宝的麻烦，想来他自然能解决。云霄，你尽可能的引导那逆徒，让他说出超脱之法。是，老师。通天道友，贫道镇元子拜访。云霄，你将镇元子道友引来。见过通天道友。镇元子道友，你此来是为红云道友之事吧？不知红云道友如今如何？红云道友被妖族伤了本源，已陷入沉睡。贫道以法力温养其神魂，才得以保全。该死的妖族！镇元子道友，其实害红云道友的非妖族一家，还有那西方二圣。好你个西方二圣，心思竟如此歹毒！镇元子道友，这鸿蒙紫气是红云道友托付于贫道。既然道友你来了，那便交由你保管吧。通天道友客气了，既然红云道友将此物给了道友，道友便收下便是。这东西到了圣人手里，哪里还要得回来？我要是真收了，今天怕是走不出这金鳌岛。既如此，那贫道便替红云道友代为保管，他的残魂贫道也会继续温养。
如此，便多谢圣人了。圣人，这是10颗人参果，聊表谢意，还请务必收下。镇元子道友放心，红云道友的残魂在贫道这里很安全。既然如此，那贫道便先告辞了。道友慢走，云霄送镇元子大仙出道。云霄领命。修为突破至真仙中期。真不知那李潇有什么好，老师竟将鸿蒙紫气赠给了他。就是，按理说这鸿蒙紫气怎么也该是大师兄的，如何能便宜了李潇那厮？真想替大师兄抢过来。你方才所说是真的？贫道愿为大师兄肝脑涂地，只是那李潇整日龟缩在金鳌岛上，贫道也没法下手啊。这个好办，贫道寻个由头让他出岛一趟，届时就看你的了。大师兄，我自然是肯的，只是老师他……放心，老师已经闭关神游太虚去了，一切但听做大师兄安排。五师兄，修为突破至真仙后期。怎么又突破了？睡一觉就突破？难道这沙滩有奇效？哦，是毗卢仙师弟啊，有什么事儿？五师兄，大师兄传来法旨，让你去桃源岛采一株青藤紫珠果，让贫道去。大师兄也是为你好，这个任务很简单，只是跑一趟装装样子，让其他弟子心里平衡些。那个毗卢仙师弟，你回去禀告大师兄，就说贫道知晓了。如此甚好，那贫道便先告辞了。贫道刚得了鸿蒙紫气，多宝就派我出去，这里面要是没猫腻就见鬼了。五师兄，贫道又来找你喝酒了，此番再喝30坛。公明师弟，贫道此番怕是不能与你喝酒了。为何？难道五师兄你怕了不成？方才毗卢仙来传话，大师兄让我去桃源岛采青藤紫珠果。那我们来的可真不是时候。不，公明师弟与3位师妹来的正是时候。五师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酒我们回来再喝，带回来我们边论道边饮酒，岂不痛快？好，我们便陪五师兄一起去取那紫珠果。公明师弟，你们随贫道一起去，但不是明着，而是暗中跟着贫道。暗中跟着？五师兄，难道你怀疑有人要对你不利？贫道也只是猜测罢了。倘若真遇到袭击贫道的人要抢鸿蒙紫气，千万别留手，往死里打。哼，五师兄放心，贫道定然让他有去无回。你是何人？你可知贫道乃是通天圣人座下第5亲传弟子李潇，识相的速速离开！哼，李潇，交出鸿蒙紫气，饶你一命！哟，你认识贫道？你是谁？鸿蒙紫气，你交还是不交？鸿蒙紫气在此，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取走。找死！大胆贼人，敢动我截教中人，找死！该死，赵空明！贼人，看我九曲黄河大阵！看我混元金斗！云霄也在，琼霄！看本宫金蛟剪，将你碎尸万段！贫道命休也！哎呀，可惜了，没有将那定光仙那厮给打死。定光仙，方才那人是定光仙师兄。定光仙，贫道说定光仙了吗？五师兄，你说了。好吧，贫道是说了，不过也是猜的，是不是还未可知？可恶，若真是他，定光仙竟敢抢五师兄你的鸿蒙紫气！若那人真是定光仙，那方才救走他的是何人？那么说来，真正想抢夺五师兄鸿蒙紫气的人是大
大师兄能一举逼退我们4人联手的，在截教中屈指可数。多宝道士是准圣，法力深不可测，我们加起来也不是对手。诸位，今日之事还是先不要声张，万一搞错了，岂不是污蔑大师兄？不慌，是不是他？等我们回去一试便知。走，先去采了紫珠果再说。这桃源岛不错，不如我们在此美美的睡上一觉，如何？吴师兄，此处危险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哎呀，云霄师妹，放心，那人刚被惊走，不会再来了。睡一觉真他娘的爽啊！吴师兄，要不要在这里再喝点小酒，那样更舒服？琼霄师妹这个提议好，公明师弟可否带酒了？没有。唉，可惜了。走吧，我们回金鳌岛再一醉方休。吴师兄，怎么了？那个贫道突然感应到了机缘。这是12品惊世白莲，此乃传说中的蓬莱仙岛。灵岛有灵，遇到了主人，自然是主动认主了。嘿嘿，贫道早就想搬出来了，今日竟是遇到了蓬莱仙岛。吴师兄，为何又不走了？那个，贫道又感应到了机缘。又感应到了机缘？这是瀛洲仙岛。这难道是造化玉蝶碎片？吴师兄，方才什么宝贝又认你为主了？那个，贫道现在也不知，等回去再说。哎呀，琼霄妹子，不是师兄我小气，是这造化玉殿碎片太珍贵了，传出去红军那老道怕是顷刻便知。咦，云霄妹子为何又这般看着我？难道真喜欢我？吴师兄，你已经有蓬莱仙岛了，这瀛洲仙岛便让于我，好不好吗？那个碧霄师妹，实在是……哼！不会吧？那个贫道又感应到了机缘。我很咸鱼，奈何他们非要认我为主，我也没办法啊。那是大仙天灵根中的苦竹。哎呀！头皮发麻，是准邪，这苦竹好像就是他的，被他炼成了6根清净竹。诸位小友，这苦竹与贫道有缘，贫道便取走了。李潇小友，那苦竹与贫道有缘，还请交出来。圣人，那苦竹自动认我为主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小友，这样吧，你默念出9转玄功，贫道便将苦竹赠予你，如何？苦竹和9转玄功都是老子的，给你个毛线！老师，你的弟子被人欺负了，你还有功夫骑牛？准提，你可真是长见了，竟在这里欺负贫道的弟子。通天道友说笑了，那苦竹本与贫道有缘。啊呸！什么与你有缘？收起你那套虚伪的说辞！通天道友，还请令徒归还，贫道立马便走。滚！通天道友，找死！哼，既然你执意找死，那就休怪贫道不客气了。通天，
你欺人太甚！哼，贫道今日便欺你，你又能如何？通天，贫道定不与你干休！哼，随时奉陪。多谢老师救命之恩。跟贫道回金鳌岛。什么意思？5个人呢？为毛只针对我一个？老师，这三仙岛已经认弟子为主，万一别人要占了……这三仙岛上有先天3才大阵，非准胜不可破，你不必担心了。逆徒，最近给贫道安分点，少让贫道操心。我这还不安分？是多宝要坑我呀！再说了，你参悟个屁！不自废圣位，根本突破不了天道束缚。咦，云霄妹子又看我，真喜欢咱。吴师弟，此番任务完成可还顺利？顺利，自然顺利。大师兄，你还别说，这紫珠火真甜。李潇师兄，这是任务物品，你怎么给吃了？大师兄只说带回紫珠果，没说如何处置啊。贫道带回来了，就算完成任务。你这是强词夺理！皮卢仙，退下，不可对五师弟无礼。天光仙师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有些虚啊，要不这果子给你补一补？哎呀，定光仙师弟，贫道说你啊，怎么这么虚？定光仙师弟，你看你这脸色，昨晚没干好事吧？是不是看上咱截教哪个美女了？吴师弟，我们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吴师兄啊，你可真够损的！那定光仙的表情，贫道现在都忘不了。那怎么能叫损呢？那是在教他做人。大师兄，那个李霄内寺，他寻到了传说中混沌碎片所化的三仙岛。什么？他寻到了三仙岛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就是您派他去取紫珠果的那段时间，他顺便就寻到了混沌三仙岛，分为蓬莱、瀛洲和方湛3处。他寻到了哪一座？3座，他都寻到了。弟子见过老师。弟子前段时间寻到了三仙岛，想着另立道场。另立道场也不是不可以，除非你突破到太乙金仙境界。太乙金仙？老师，弟子现在才真仙修为，这……连太乙金仙都没有，就想另立道场？别人打上门，你连自保能力都没有，贫道可丢不起那人。是，弟子这就去修炼还不成吗？修炼真不是人干的，还是躺着舒服。宿主咸鱼300年，奖励100万年修为。这就金仙了，真仙中期后期巅峰，直接金仙了，4连跳。哎呦，好难受，好像欲火焚身啊！金仙中期，金仙后期，又是2连跳。我操，要炸了！快躺下！你选择睡一觉，奖励炼化能量。金仙巅峰，还以金仙初期，搞定。这逆徒睡了300年便立地成金仙，吃个果子又突破到太乙金仙，这还是人吗？难道真是大道之子？
弟子火灵见过老师。老师向来勤勉，今天怎么睡起大觉了？弟子近日修为遇到瓶颈，特来请教。为师乏了，你退下吧。见过师叔，老师状态不太好。大师兄是受打击了。老师被谁打击了？老师被那李潇打击了，李潇连破数境。武师叔，那个废物，这怎么可能？宿主舒服的打了个哈欠，奖励大罗珠果。大罗珠果，有了它，突破大罗金仙指日可待。咦，火灵，你挡贫道的路做什么？武师叔，此番前来是为了你手中的大罗珠果。此果乃弟子前些日发现，只因尚未成熟才未采摘，还请师叔将它还于弟子。霍尼玛，抢东西的理由都这么清新脱俗，这分明是系统奖励的，8成是来替多宝出气的。火灵啊，你跟你老师别的没学会，这虚伪和无耻倒是学得挺像。武师叔何故侮辱家师？速速将大罗珠果给我，否则传扬出去，你抢晚辈的东西，名声也不好听。你说我抢了就是抢了，你以为别人都是瞎子不成？我再问你一句，给还是不给？给也行，看你有没有本事拿走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去。武师叔，看来你也没什么本事，只是仗着灵宝欺负晚辈罢了。既如此，那贫道便陪你玩玩。好，小心了。去。我的火鸦乃是太阳真火炼制，他竟敢用肉身去抗，找死！这怎么可能？他的肉身……你什么你？以下犯上，该打！你敢打我？李潇，你，哼，还敢直呼本座名讳？你不要过来啊！跑了，肯定去告状了，我得先发制人。师祖，求您为弟子做主啊！李潇师叔他抢了我的大罗珠果，还把我打成这样。李潇，你身为长辈，如何对晚辈下此重手？你当贫道好欺负不成？还请老师为我师徒做主啊！老师明鉴，分明是火灵圣母以下犯上，要抢夺弟子的大罗珠果，还请老师为弟子做主。哼，多宝，你身为师长，不问对错，被弟子蛊惑，实在不该。老师，弟子一时被心魔蒙蔽，还请老师责罚。罢了，暂且免去你教中职务，好生反省去吧。谢老师慈悲。
谁他娘的影响老子睡觉？人身蛇尾，子无后土，另外2个是妖圣季萌和九婴。我的妈，准胜打架！我一个大罗金仙上去就是炮灰。不行，这可是后土。住手！你奶奶个腿的！我让你们住手！哪来的不知死活的东西？娲皇令在此，你敢放肆！啊！不知道有如何会有娲皇令？贫道乃通天圣人座下亲传弟子李萧，奉女娲娘娘之命，令你们速速退去。今日便看在娲皇定的面子上，放过后土一次。我们走。啊呸！姑奶奶，我怕你们不成？多谢小友相助。后主娘娘不必客气。本宫今日还有要事，日后再来拜谢。这么匆忙，难道是感应到了化轮回的天机？季萌、九婴，你们2人带部众伏击子无后土，结果如何了？启禀陛下，我们损失了好些人马，眼看便要拿下后土，结果如何了？结果，那通天圣人的第5亲传弟子李萧出来，拿着娲皇令，阻止了我们的行动。李萧，哼，三教弟子竟然敢插手我妖族之事，大哥，此事不能就此善罢甘休。此事涉及到圣人，我们还是去寻一趟女娲娘娘吧。大哥此言有理。女娲娘娘，帝俊求见。陛下，娘娘有请。有劳仙子了。拜见女娲娘娘。帝俊，你来此为何？三教弟子李萧阻止了季萌和九婴在蓬莱仙岛围攻后土。三教弟子向来不参与我巫妖之事，那李萧此番已然越线，还请娘娘为我妖族做主。帝俊，此事本宫知晓了，你且先回去吧。是，娘娘。女娲师妹，何故大驾光临啊？通天师兄，三教弟子不插手巫殃之事，这是我们约定好的吧？你那弟子李萧拿着本宫给的娲皇令去对付我妖族，是何道理？这个逆徒！哼，亏本宫当场给他娲皇令，不曾想他以此来对付我妖族。女娲师妹且宽心，贫道定会好好教训那个逆徒。那本宫便告辞了。李萧，逆徒，滚来必有功！这老师也真是的，不让人睡个安生觉。咦，云霄师妹也在，难道老师要给我俩指挥？不对啊，听老师那口气，不像有好事。咦，云霄妹子这是在给我抛媚眼？弟子李萧见过老师。哼，贫道可当不起你这声老师！混账东西，你前番是不是插手巫妖之事了？那个老师，弟子这不是见妖族欺负一个女子吗？看不过去，就拔刀相助了。老师啊，我这也是为了截教好。后土日后要化轮回，成为地道圣人，我帮他不就是给咱截教拉盟友吗？你虽然有诛仙剑阵，但日后4圣联手，我截教还是免不了覆灭的结局。拉个圣人盟友，才有翻盘的机会啊！什么？4圣围攻老师，后土要化轮回成圣？五师兄，他为了截教，竟已谋划至此，真是用心良苦。莫不是云霄又听到了李萧什么心声？逆徒，不管怎样，不许再插手巫妖之事，否则贫道饶不了你！呸！我还不是为了截教。后土此去幽冥血海，必然和冥河老祖冲突，这是个绝佳的机会。可惜我实力不济，干不过冥河，不然早去了。该忽悠哪位师兄去呢？
是好像截教中目前能干过冥河老祖的人似乎没有啊，除非老师。只是老师不好忽悠啊。等等，后土此番若是化了轮回，怕是要被天道束缚，连地府都出不去，那这盟友就白拉了。不行，得阻止他，必须想办法骗过天道才行。难啊！胡师兄无私奉献，为我截教操碎了心，他承担的太多了，我得为他分忧。是，老师。若没事，弟子便告退了。云霄，你可是又听到了什么？老师，李潇师兄实在是太伟大了，他为我截教承受出太多。哦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师，弟子听到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你会被四圣围攻，这也是我截教覆灭的根本原因。什么？四圣围攻贫道？这怎么可能？我的诛仙剑阵非四圣不可破，这显然是冲着我来的。老师，我听得清清楚楚，李潇师兄的心声是这般说的。云霄，可听到是哪四圣围攻为师？这个李潇师兄没说。云霄，可还听到了什么？李潇师兄说，不久之后，祖屋后土将会化轮回成圣，这也是李潇师兄为什么帮祖屋后土的原因。李潇师兄这是在为我截教争取盟友啊！后土将化轮回成圣，弟子还听到后土去幽冥血海正道会受冥河老祖阻拦，这是我们截教他的机会。但师兄说，必须阻止后土现在成圣，否则他会被天道封印在地府。我们需要什么？到底是哪四圣？贫道与元始那厮素来不和，想来四圣中必有元始那厮。元始那厮好搬弄是非，大师兄耳根子软，又是个老心脏，此番怕是大师兄也参与了围攻贫道。还有两圣，女娲向来不理世间之事，而且女娲若参与围攻贫道，只有一人，也说不过去。看来，另外两位必是那西方二圣。后土娘娘，等等我！李潇小友，你如何来此？贫道闲来无事，四处游历，恰好看到娘娘，便来打个招呼。那逆徒如何去了血海？唉，也难为那逆徒了。本事不济，但为了我截教，也真是操劳不少。唉，这祖屋大姐对我还挺警惕。娘娘，这幽冥血海你入不得。为何入不得？这天大地大，还没有我呼族入不得的地方。李潇小友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那个其实是家师通天圣人让贫道来的。这个逆徒又拿贫道的名义顶包，不过这次他是为了我截教，贫道便不跟他计较了。不知通天圣人有何吩咐？嘿，老师的名头真好用。家师说，这幽冥血海您现在入不得，否则将抱憾终生啊！这真是通天圣人说的？自然是，给贫道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假传圣人法旨啊！不，你敢？多谢通天圣人的好意了，只是此事关乎本宫的道以及我巫族的命运，本宫必须得去看看不可。嘿，娘娘，且不说其他。此番后土若是寻到地府，化了轮回，那我的谋划就全白费了。巫族的人真是一根筋。人数，也就是未来的生死簿，果然是后土之物。后土道友，那人书乃我血海之宝，还请归还贫道。我操！冥河老祖，这两尊大神打起来，会不会殃及池鱼啊？后悔跟来了。冥河道友，灵宝有得者居之，此宝自动认主，如何能说是你血海之物？后土，你当真不还？不还。哼！既如此，那就休怪贫道不客气了。
本宫倒要看看你如何不客气法。这后土虽然是妹子，但却是货真价实的祖屋。哼，后土道友，既然你敬酒不吃罚酒，那就休怪贫道不客气了。来得好。好个后土，看我法宝！后土娘娘，快动手啊！这就是祖屋的战斗方式，太纯粹了。任你神通万千，我只一拳一脚。好，好，好，好你个祖屋后土！今日贫道便让你知晓贫道的厉害。就这，娘娘小心！贫道听说冥河有4亿8千万血神子，血海不干，冥河不死。冥河前辈，我只是路过的，不干我的事儿啊！怂包！后土，贫道再问你一遍，人书你交还是不交？娘娘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哼，冥河，人书在本宫这里，有本事你便来取。好，好，好，后土，既然如此，那就休怪贫道对你不客气了。通天圣人。老师，您总算来了，您再晚来一步就见不到徒儿了。但冥河，我家老师在此，还敢放肆！狗仗人势，无耻！对，这冥河确实无耻，仗着地盘欺负我们，太可恶了。见过通天圣人。冥河道友，人书事关洪荒，非你所能染指，回吧。有种的别走，出来再大战300回合。多谢圣人相救。小事一桩。后楚道友，可是要前往幽冥尽头？不错，我感应到那里有东西在召唤我。后楚道友，恕贫道直言，此时并非最佳时机，你此番前往，恐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圣人何意？看在同为紫霄宫客的份上，贫道再帮你一把。至于时机何时到，贫道会让李霄通知你。我？师兄，你睡觉都能突破，来喝酒。该如何瞒过天道呢？怕是得先打造出6道轮回才行。可这要怎么造？听说阐教有本玉虚炼起册，若是能搞到手，精通其中法门，或许真能打造出6道轮回。玉虚炼起册，打造6道轮回。我有事，出去一下。云霄，快说，又听到了什么？有什么事能难倒为师？老师，弟子听到师兄心声，说要打造6道轮回。什么？打造6道轮回？这臭小子真敢想！要如何打造？得先得到阐教的玉虚炼起册。从元始那厮手里搞东西，这比登天还难啊！咦，此间有人讲道，这就是车帝国那仨货。原来道法是从这儿偷学的。这南极仙翁和云中子对妖类倒是挺友好的。哈哈哈哈！大师兄承让了，云中子师弟好本事，贫道自愧弗如。2位倒是好雅致。李霄师兄如何来我终南山了？贫道游历洪荒，路过此地，被道音所引，前来窥探。唉，李霄师兄何故唉声叹气？贫道听闻阐教将有12金仙果位问世，2位不去争那果位，却在此下棋，浪费时间。唉，这便不劳师弟操心了。2位是否觉得这12金仙果位必有你们一席之地？鱼儿上钩了。2位道友，我们来赌一赌，如何？赌什么？就赌2位能否入得12金仙果位。
若是我们入得，又如何？若二位入得12金仙，贫道便将完整的九转玄功奉上。当真？九转玄功，盘古正宗，谁不想要？自然当真。不过，倘若你们二人都入不得12金仙，又该如何？哼，只要我们中有一人入得，便算你输。可以，但你们若是输了，得奉上阐教的玉虚炼起册。啊，这玉虚炼起册乃阐教不传之秘，私自外传，元始天尊非扒了我们的皮不可。怎么？难道贫道的九转玄功还比不上你阐教的炼气册？若是不敢赌，便直说，白白浪费贫道一番口舌，真是浪费时间。此事应该十拿九稳，12金仙果位必有我二人一席之地。哼，赌便赌，我们还怕你不成？终于上钩了。好，既然二位道友赌了，那我们便以天道起誓，你们可敢？哼，有何不敢？贫道李潇，通天圣人座下第5亲传弟子，今日与南极仙汪和云中子二人立下赌约，若二人中有一人得12金仙果位，贫道便将九转玄功奉上。若违此事，叫贫道顷刻间身死道云。贫道南极仙翁今日与李潇立下赌约，若贫道与云中子师弟二人都入不得12金仙果位，当即奉上玉清令起册与截教李潇。若违此事，叫贫道天诛地灭。贫道云中子今日立下赌约，若贫道与南极仙翁师兄二人都入不得12金仙果位，当奉上玉清令起册与李潇师兄。天道誓言已成。哼，李潇师兄，到时候你可不要后悔。二位道友，该是你们后悔才是。待过些日子，12金仙果位出世，贫道再来。速来昆仑山！哈哈哈哈！我们等了数万载，这一日终于等到了。老师此番让我们去昆仑山，必然是宣布12金仙果位的人选。是啊，得了金仙果位，又能得到九转玄功，此乃双喜临门呐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见过老师。此番前来，乃是我阐教当有12金仙将士补全气运。下面贫道便分封12金仙。广成子灵慧非凡，根脚深厚，当为12金仙之首。多谢老师。罢了，就算不是12金仙之首，那也能捞一个果位吧。赤精子福缘深厚，当为12金仙之列。多谢老师。什么？第2尊果位也不是贫道的，那第3尊总该有吧？黄龙虽为异类，但修行精进，当位列12金仙。多谢老师，弟子日后定当为阐教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老师还是惯念贫道的。黄龙，你当再接再厉，巨留孙刻苦勉之，当位列12金仙。多谢老师。太乙天人福缘深厚，灵宝福缘深厚，玉鼎真人根脚深厚。最后一位是清虚道德天尊。好了，都散去吧。弟子告退。怎么会没有我二人？这不合理呀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啊，你我二人竟然入不了12金仙之列。二位道友，贫道来也。两位道友，贫道听说阐教12金仙果位出来了，没有二位的份儿，愿赌服输，将那玉清炼气册给贫道吧。怎么，二位想反悔不成？
李霄师兄，此乃玉清炼气册，给你。多谢二位道友了，若没什么事，贫道便先告辞了。哼，李霄师弟且慢。二位道友，愿赌服输，你们这是何意？李霄师弟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什么消息，故意来此诓骗我们的玉清炼气册？笑话！南极师兄，你莫不是输不起？哼，贫道自然输得起，只是你今日得给我们一个合理的理由，否则你怕是难以离开终南山。怎么，二位道友还想动手不成？贫道也想活动活动筋骨，顺便看看阐教的神通到底如何。哼，既然你找死，那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不好！云中子师弟，贫道的龙魂，施贫道一计，定海神珠。就这，竟是云中子设计的天地剑锻造之法。云中子这厮可真是个炼气狂魔。李霄上仙可在岛中？妈耶，老龙来讨债来了！唉，我这偌大一个仙岛，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，多没派头，得搞个漂亮的侍女才行。原来是烛龙前辈啊！晚辈有失远迎，请。不知前辈此来所为何事？上仙，上次您拿我龙族定海神珠时，说过要为我龙族谋一场功德的，您还记得不？前辈放心，晚辈心中已有谋算，只不过需要等些时日罢了。上仙啊，老龙求你了，求你救救龙族吧！前辈且宽心，贫道以家师通天圣人的名义保证，现在真的还未到时机。唉，这龙族也着实可怜，唯一的法子便是等第三任人皇轩辕氏现世后，龙族作为图腾，蹭人族的气运，如此才能经久不衰。人皇，烛龙前辈，我这道场清冷得很，连个端茶倒水的人也没有，便不留前辈了。上仙不必苦恼，我有一玄孙女，生得极为漂亮，让她来伺候上仙。这个不太好吧？无妨无妨，如此老龙便告辞了。云霄师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自然是来偷听你心声的。五师兄，怎么，我没事便不能来看看你吗？能啊，太能了！云霄妹子这样的大美女儿来看我，我自然欢喜至极。呸！云霄妹子在，我如何才能修炼玉虚炼气册？唉，就算会了，炼气材料也是千难万难啊。六道轮回对应天人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和畜生道。天人道最好是帝君的天地宝座，可怎么从他屁股底下抢？人道对应女娲娘娘，得把她的造人鞭弄来截一段，这难度不亚于拔光老师的胡子。阿修罗道对应冥河老祖，得去血海取阿修罗杯，要干过冥河老祖。唉，恶鬼道对应西方教，得取八宝功德池的池水，这难度不亚于取女娲娘娘了。地狱道需以天道镇压，对应红军老祖。好吧，要拔道祖的胡须，恐怕老师都做不到吧。唉，畜生道对应妖族，得取妖师鲲鹏的妖纹金柱。唉，头大啊！这炼制六道轮回，简直比登天还难，
这对应的六物之主不是圣人便是准圣巅峰，甚至还有道祖。妈耶，这还怎么玩？那个五师兄，你且先忙，我便不打扰了。好，师妹慢走。老祖如何？哼，那李潇怕是在糊弄本座，他根本没有将我龙族的事情放在心上。好他个李潇，竟敢这般欺负我龙族！本王寻他说理去！回来！李潇乃通天圣人亲传，截教势大，你去闹事不怕捅了马蜂窝，绝我龙族生路吗？是小王疏忽了，还请老祖治罪。不过，我们也不能在李潇这一棵树上吊死，得另寻他路。老祖，小王有一条路，那阐教的黄龙真人，真身乃是一条黄龙，小王与他有些交集，不若我们求他办事。哦，若能得元始圣人庇护，我龙族必能摆脱业力侵蚀，可行？敖广，你速速联系那黄龙真人，与他打好关系。是老祖。敖广，我听闻你的三公主敖离冰雪聪明，美丽动人。是老祖。您为何突然提起敖离？李潇那边缺个侍女。老祖，您是要敖离去伺候李潇那厮？这，哼！如今我龙族生死存亡，你如何连一个子女都不肯割舍？况且跟了李潇也并非坏事。是老祖。老祖您这不行啊！去了一趟蓬莱仙岛，好处没捞到，还白白贴进去一个龙女。上仙可在道场中。哦，漂亮的龙女登门了。云霄，你可是又听到了什么有用的消息？老师，我听到李潇师兄心声，说龙族的未来跟什么人皇有关系，还有人族图腾之类的话。人皇？原来如此，人族才是洪荒未来的天地主角，难怪女娲气运那般深厚。可惜她不明天理，竟舍本逐末去帮妖族。云霄，还有什么？老师，李潇师兄已经拿到了玉清炼体册。什么？他是怎么拿到的？李潇师兄的心声没说，弟子也不知道。这连贫道都觉得棘手，他竟然办到了。师兄拿到炼气册应该有一段时间了。这个臭小子可真是令贫道意外啊！还有令您更意外的呢。老师，弟子还听到师兄说，炼制六道轮回需要一些材料。哦，材料啊，这个好办。需要什么，你只管说来。话别说这么满，待会儿怕是您拿不出来啊。师兄说，六道轮回分别是天人道、人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和阿修罗道。天人道需要地具的天地宝座来炼制。什么？天地宝座？这叫贫道如何去取？强过来，妖族背后的女娲怕是顷刻便会上门。那剩下的呢？老师，您可得稳住心态。那人道炼制的材料需要女娲娘娘的造人鞭。造人鞭？哼，那逆徒可真敢想！这些东西，你让贫道如何去寻？人家也没让老师您去寻啊。还有呢？地狱道呢？老师，那个地狱道嘛，李潇师兄说地狱道对应地道，当需以天道镇压。这天道自然是师祖他老人家，需要师祖他老人家的一样东西。道祖他老人家？这逆徒他还想要什么？这妙为是如何？这……老师，是您让弟子说的。逆徒，这些个东西他要怎么闹？道祖的东西要如何搞到？他这个法子行不通！老师，淡定。还有呢？剩下的恶鬼道、阿修罗道和畜生道需要什么材料？恶鬼道需要西方教的八宝功德池水。哦，对了，师兄说西方教就是日后的佛门。
西方教就是日后的佛门，没想到多宝竟然会投了西方教。阿修罗道，难道是要冥河老祖的一样东西吗？不错，要冥河老祖冥河宫的修罗杯。这个倒是不难，大不了直接去抢，反正他也不敢出那血海。那最后的畜生道对应妖族，当取妖师鲲鹏的妖纹金柱。妖纹金柱，这又是鲲鹏的宝贝，取了它，鲲鹏必然去蛙皇宫告状，到时候女娲又会插手，难办啊。老师，若没什么事，弟子便先告退了。去吧。这臭小子竟给贫道出难题，这6样东西一个比一个难。反正贫道是没那本事，他若有本事取来，贫道叫他老师。老师，您话别说太满，李潇师兄可是连玉清炼体册都取来了呢。怎么回事？南极仙翁和云中子竟受了重伤。南极、云中子，你们2个为何会受伤？李潇那厮是如何知晓贫道心意的？如何笃定南极和云中子不会入选？难道是通天？你们2个混账东西！我玉虚宫的不传之秘，就让你们这样传出去了，气死贫道了！老师息怒，老师息怒！息怒？你让贫道如何息怒？如此仙家福地，凭什么让李潇这厮占了？呀！小畜生，给贫道滚出来！小畜生骂谁呢？通天还没来，可不能惹毛这老头。哎呦喂，原来是二师伯大驾光临，弟子有失远迎，还请恕罪。哼，混账东西！你如何坑骗我玉虚宫的至宝？坑骗？二师伯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弟子和南极、云中子师兄那是在对天道起誓打赌，公平得很。他们输了，愿赌服输嘛。哼，废话少说，将玉清炼气册交出来，贫道或许可以饶你一命。反正早就背熟了，还拓印了好几份，给你也无所谓。你坑害我弟子，又偷看我阐教秘法，速速将九转玄功也交出来！哼，二师兄，你这是得寸进尺了。哎呀，老师，您总算来了！您再晚来一步，弟子就被二师伯欺负死了。二师伯这就是蹬鼻子上脸，还想要九转玄功，他怎么不问您要诛仙4剑呢？二师兄，你好歹也是圣人，却屡次欺负一个晚辈，脸皮可真是厚啊！呸！通天，你少阴阳怪气的！此番李潇算计我弟子，你敢说没你的份儿？得，这个锅还得贫道来背。二师兄，技不如人便技不如人，莫要聒噪。实在不行，你便入贫道的诛仙剑阵走一遭便是。通天，你欺人太甚！好了，你们2人整日吵吵打打，不怕被晚辈笑话吗？哼，通天，此事没完。李潇师侄，何时有空来我首阳山坐坐？得，这老心脏还是惦记我的九转玄功。是大师伯，弟子改日一定登门拜访。得，老心脏对小心脏都是心脏。老师，哼，逆徒，一天天不消停，净给贫道惹事。老师，下次救我记得快点儿，别想着骑牛装逼了。逆徒，逆徒，逆徒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见过老师，老师，请为弟子做主。
元始，所谓何事？哼！你坑害我弟子，又偷看我阐教秘法，速速将九转玄功也交出来！咦，奇怪，此事通天的确事先不知。咦，此子竟能瞒过贫道的掐算，当真不凡。元始，此事通天的确事先不知，你且先回去吧。什么？不是通天，是李潇那小辈自己谋划的，他如何能是？此子能瞒过天道，这是为何？天道50遁去其一，难道此子便是那遁去的一？这或许也是贫道的一线生机。不看了，不看了，爱咋地咋地。诶，黄龙真人和东海龙王敖广，这两个怎么厮混到一起了？哼，肯定是烛龙那老家伙等不及，做了2手准备，去拉拢黄龙了。哼，这龙族可真是墙头草，找谁不好？找黄龙这个3无真人黄跑跑，他们要是能靠黄龙摆脱业力，那真是见鬼了。宿主感受到了太阳的温暖，奖励顿悟玉清炼起册。我去，白白让老子看了那么多天。老师，您在说什么？老师，我多日未回龙宫，想回去看看。去吧。老师。黄龙道友，请甘此一大斧。龙王请。黄龙道友，说1000道1万，我们都是龙族一家人。如今龙族没落，还求黄龙道友救我龙族。求黄龙道友救我龙族，求黄龙上仙救我龙族。放心放心，大家同属龙族，贫道自当想办法。若黄龙上仙果真能救龙族，我们当尊上仙为龙皇。当真？自然当真。自己时日无多，龙族必须找到新的靠山，否则等我一死，妖族必会吞并四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，此事就包在贫道的身上。实在不行，贫道就去求老师，必然为龙族磨灭那天道业力。若是当了龙皇，统领四海，想来老师也会高看我几眼吧。老祖，敖离，发生了何事？黄龙上仙并非外人，但说无妨。方才李潇上仙在睡觉时突然暴跳如雷，说什么老子，我猜测应该跟太上老子圣人有关。这倒是个有用的消息，待会儿离开龙宫便去告知大师伯，说不定能赏几颗9转金丹呢。阐教的气运怎么突然下跌了这么多？龙族乃天道黑名单，黄龙这厮竟敢沾染龙皇之位，与天道作对，天道便将龙族业力分摊到了他身上，从而影响了我阐教气运。混账东西！师弟，发生了何事？哼，那黄龙可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贫道怎么收了他这么个披鳞戴甲的畜生？没脑子！老师，弟子黄龙求见。滚进来！见过老师，见过大师伯。
哼，逆徒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弟子没做什么。你在东海龙宫与那龙族牵扯不清，还说没做什么？老师，那龙族答应弟子，只要帮他们消除业力，便推举弟子为龙皇。届时弟子统领四海，我阐教气运必定大涨啊！混账东西，逆徒！你也知道那是天道业力，天道业力是那么好破解的吗？贫道怎么收了你这么个徒弟？老师饶命，弟子知错了。滚回去好生修炼，莫要再接触龙族。若再沾染天道业力，休怪贫道对你不客气。是，老师。黄龙道友可在山中？咦，莫非黄龙道友不在？黄龙道友，敖广求见。老祖，怎么样？哼，那黄龙当真是不靠谱，这么个玩意儿还想当我龙族之皇，可笑！混账东西，气死本王了！想通过黄龙真人解决天道业力的这条路，算是彻底断了。近来我截教气运呈直线型下滑，皆因贫道几次动用诛仙剑阵，导致气运流失。你们可有什么法子能解决我截教气运流失的问题？或者有什么大功德之事，补全我截教气运？李潇呢？李潇在何处？老师，李潇师兄派人传来话，说他到了修炼的关键瓶颈，正在闭关，便没有来，还望老师恕罪。哦，这臭小子竟然懂得用功了。都散了，散了！云霄，你留下。老师，不知有何事要吩咐弟子？你去一趟蓬莱仙岛，问问那逆徒，那就是他所谓的闭关，就说是贫道说的。他此番若不能为我截教引来气运，贫道定然重重惩罚于他。是，老师。古师兄，你就是这样闭关的？古师兄，你那个云霄师妹，莫要生气，习惯性动作了。我生气不要紧，老师生气了，那才够你喝一壶的。老师说了，若你不能补全截教气运，这次会重重的惩罚你。气运？哼，老师想拿这点难我，小意思啦。云霄师妹，你先回去吧，贫道这就去搞功德，免得老师那个老家伙借题发挥。哼！我操，老师，你偷窥狂魔啊！老师，弟子是说您老成持重，弟子这就去搞功德了。哎呀，此乃火，可照明，可煮熟物，可取暖，可驱野兽，妙用无穷。火的出现使得人族文明大进，那人明悟了火之真谛，被尊称为燧人氏。那臭小子真的谋来了功德，连带着我截教的气运也增长了不少。你看，鸟兽上有窝，人当以模仿之。从此，人族不再居住于潮湿山洞，而那人被尊称为有巢氏。哈哈哈哈！这臭小子当真能谋得功德和气运，真是令贫道惊喜啊！遮羞，以兽皮套在身上，可保暖，亦可遮羞。哈哈哈哈哈！
贫道有此图，当真是此生无憾呐！我截教的气运又涨了，又涨了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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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此子谋划惊人，竟能3次谋得这般大的功德，非凡，非凡呐！此子太过妖孽，若将来阐教与截教一战，必为我教大祸，得想办法除去此子才行。师弟啊，我西方教若是有此等弟子，何愁我教不能昌盛？师兄且宽心，只要锄头挥得好，就没有挖不倒的墙。贫道定要想办法将此子挖到我西方教来。贫道得此弟子，真乃我截教幸事。此子之智慧近乎于妖，比之圣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是通天圣人，快走！准提道友，你要做什么？通天道友，贫道掐指一算，算出贫道与令徒李潇有莫大的渊源，不知可否割让，让李潇入我西方教？放你娘的狗臭屁！李潇是贫道的弟子，如何跟你有缘了？少拿你那套忽悠鬼的路子来忽悠贫道！通天道友，这样吧，贫道可以给你换。此乃贫道本体菩提子，内含无量法力，只要你让李潇入我西方教，这颗菩提子便是道友的，如何？哼，准提，贫道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通天，你七宝妙术！准提，既然你找死，那就休怪贫道不客气了。宿主您盯着云霄美女看，心情很愉悦，奖励数10万年修为，破入大罗金仙巅峰境界。好宝贝，便叫你无极剑吧。云霄师妹，你师兄我长得帅吧？是不是将你迷得七晕八素的？呸！五师兄你可真自恋。师兄果然厉害，此番突破又有那么多功德，想来不久便能斩尸，破入准圣境界。斩尸？破入准圣？那不可能了。贫道将得来的功德都打入了这口仙剑中，得到了一件功德至宝。什么？如此巨大的功德，你不用来修炼，这纯粹是暴殄天物啊！你……哎呀，云霄妹子，你不懂啊。这功德其实与鸿蒙紫气一般，都是有猫腻的。若是用这玩意儿来突破，日后成就受限，想要突破天道，怕是也无望了。原来功德竟也有这般隐秘。五师兄，我还有事，便先告辞了。云霄啊，你刚从蓬莱仙岛来吧？怎么样，李潇那臭小子得了那么多功德，想来不久之后，我截教必将再添一尊准圣大能。那个老师，您怕是要失望了。李潇师兄，怕是短时间之内无法突破准圣了。什么意思？他得了那么多功德，如何会无法突破？老师，李潇师兄将得来的所有功德，都打入了一口仙剑中。什么？暴殄天物！暴殄天物啊！气死贫道了！那逆徒他怎会如此？老师莫要激动，
这其中有隐情的。有个屁的隐情！他不行，贫道的心肝啊，快被那逆徒气死了！老师，真的有隐情。我听到李潇师兄的心声，说那功德也有猫腻，像是鸿蒙紫气一般。若是用了功德来提升修为，日后怕是会受天道束缚。什么？功德也有猫腻？这云霄，你没听错吧？老师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弟子如何会听错？没想到啊，功德竟还有这般隐秘。那臭小子身上到底藏了多少秘密？敖广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竟能谋得如此功德？老祖，那谋功德之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通天圣人座下第5亲传弟子李潇啊！什么？是李潇？老祖，只要那李潇肯为我龙族谋划，我龙族必然能摆脱眼下困境。看来本座得再次去拜访一下这位李潇上仙了。敖广，去龙族宝库将那株龙血宝树取来。老祖，我龙族的宝贝不多了，而且这龙血宝树乃是极品先天灵芝，这前番我们请了黄龙，李潇必然心怀怨恨。莫说一株龙血宝树，即便是赔上整个龙族宝库，若能解我龙族困境，都值得。是。李潇上仙，老龙求见。敖离上仙可在？心情如何？老师的心情本来很好，但听到老祖来访，顿时脸就沉了下来。老祖，您是不是得罪老师了？上仙，老龙。奇怪，这300年内，我竟然没有遭受业力的侵蚀。难道是李潇上仙身具大气运，我站在他旁边，沾了光的缘故？大梦谁先觉，平生我自知。哎呦，这不是烛龙前辈吗？敖离啊，你怎么不把贫道唤醒，让老祖在此干等？你装睡，我能叫得醒吗？上仙，是老龙。据贫道所知，前番龙族不是请了阐教的黄龙真人帮忙吗？哪里还用得着贫道啊？上仙，快别提了，那黄龙不当人子，事后装死，竟是连见都不见我们。老龙知错了，还请上仙务必要救一救我龙族啊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老师，您就帮帮我龙族吧。贫道这人很有原则的。上仙，还请救我龙族一救。原则嘛，都是人定的，可以变通的嘛。放心吧，看在你们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贫道便帮你们一把。多谢上仙。老龙深受业力侵蚀，怕是时日无多，还请上仙务必。放心吧，前辈慢走。老师，那个敖离啊，老师我这边去办。弟子李潇见过老师。哈哈哈，好徒儿，来寻为师所谓何事？老师，弟子此番前来，乃是为了龙族而来。徒儿，那龙族受天道业力侵蚀，实在是……老师无妨，只要老师去紫霄宫请来师祖一道法旨，龙族的业力自可解决。何法旨？诗云不语。诗云不语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好啊，徒儿，没想到你竟有这般智慧。走，随为师去紫霄宫。见过通天圣人。老师可在宫中？老师在宫中。这位是贫道李潇，乃是老师的第5亲传弟子。李潇小有一表人才，气度不凡，必是截教栋梁之才。贫道看阁下有大帝之姿，小友真会说话。这李潇如何能知晓后世之事？莫非真是一句玩笑话？老师，弟子通天求见。拜见师祖。起来吧，通天，你此番前来所谓何事？老师，弟子此番为龙族而来，还请老师颁一道法旨，让龙族行诗云不语之责，润泽洪荒，以功德抵消业力。也好，龙族居四海，当行诗云不语之责，润泽洪荒。多谢道祖。
是李潇上仙，没想到他竟有这般本事。好，快，再去选100名最漂亮的龙女，送去蓬莱仙岛。通天，你还有事吗？弟子无事了，这便告退。慢着，你便是李潇吧？贫道听闻你得了传说中的九转玄功。尼玛，原来是要白嫖我的九转玄功。师祖，这是九转玄功。我就这样看着你，看你好不好意思白拿。李潇，李潇啊，此乃星辰珠，极品先天灵宝，算是贫道拿你九转玄功的报酬吧。多谢师祖。我就这样看着你。此乃混天塔，极品先天灵宝，你便也一并拿去吧。多谢师祖。咦，怎么就出来了？我还没撸够呢。走了，逆徒，少得便宜还卖乖。老师，那可是九转玄功啊，难道还不止2件极品先天灵宝吗？师祖赚大发了！师祖，您老人家的门坏了，我帮您修一修啊。老师息怒，贫道这就将那逆徒抓回来。逆徒，你是第一个敢在紫霄宫放肆的人，能活下来是老师他老人家大慈探悲，不与你这晚辈计较。老师，弟子先告退了，下次您去拜访师祖的时候，记得再叫上弟子啊。滚！走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多宝啊，你有什么事吗？这他娘的是走错地方了，哪来的这么多妹子？老师，你回来了！老师，那个，老师我累了。李潇上仙，烛龙求见。终于来了，妹妹，劳烦去将你家老祖迎上岛来。是老师。老师，您枕着我，来吃个葡萄。来，人家给你按按头。老师，人家给你捏捏腿。见过上仙，那个上仙可还满意？前辈客气了，满意。上仙对我龙族恩同再造，此乃4大元珠中的水元珠，献给上仙，还请上仙护佑我龙族。好说，上仙。天道业力还有不少，还望上仙能彻底帮我龙族摆脱业力。前辈宽心，待时机一到，贫道必然为龙族彻底解决困扰。多谢上仙。那上仙您忙，老龙便先告退了。这条老龙车开得挺溜嘛。五师兄很舒服嘛。3位师妹，你们别误会。这些都是烛龙前辈送来的，但贫道保证为3位师妹守身如玉。呸！什么叫为我们守身如玉？哼，找死！发生了什么？不知道，不过看五师兄的脸色极为难看，怕是出了什么大事。我们跟过去看看。好。五师兄，见过五师兄，见过3位师姐。是你们做的？哼，五师兄，不就是几个区人族吗？我们发现用人族精魂修炼速度大增，师兄要不要试试？他们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仅仅为了修炼，你们便要残忍杀害他们，你们的良心何在？与畜生何异？五师兄，人族如草芥，区蝼蚁，你何必动怒？畜生，死吧！
李潇竟为了凡人向同门下杀手。吴师兄，李潇，你敢杀同门，老师不会放过你的。大胆李潇，你敢残杀同门！贫道休与他们为同门，他们该死！地光仙师兄，救我！李潇，你敢！李潇，你让开！李潇，你难道连贫道也要斩杀不成？吴师兄，不可！你没有杀我的族人，贫道可以放过你，但你若继续挡路，休怪贫道不客气。李潇，你残杀同门，罪该万死！滚！我操，玩真的，这厮疯了！贫道的宝贝，李潇，你还我宝贝来！滚，否则休怪贫道不客气。吴师兄，不可冲动啊！吴师兄，李潇，你毁我宝贝又斩杀同门，看老师还如何偏袒你！你的死期到了！救命啊！李潇疯了，他杀了同门还要杀我！大师兄救我！老师救我呀！混账逆徒！吴师弟，你做什么？大师兄救我！李潇疯了，他杀了白明和白香师弟，他要杀我！救我呀！吴师弟，你疯了不成？如何敢残杀同门？他该死！逆徒，你都做了什么？你要气死贫道不成？老师，白明、白江、白燕三人为修炼残杀无辜人族，视人命如草芥，此等败类，不配为截教弟子。弟子杀他们是替天行道，替截教清理门户。老师，李潇血口喷人，他分明是滥杀同门，还毁我灵宝，此等逆徒当废去修为，逐出师门。老师救命！李潇疯了，他为了些凡人，竟要杀进同门。老师，弟子可为五师兄作证，人族祖地残垣断壁，横尸遍野，皆是白燕三人所为。五师兄所言句句属实，我等也可作证。白燕，李潇所言是否属实？弟子是他们先动手的，人族污蔑我等，我们才反击的。反击？你等身上沾满人族精血，怨气缠身，还敢狡辩？孽障！我截教虽广收门徒，却从未教过尔等草菅人命。从今往后，凡滥杀无辜、为祸苍生者，以白燕为戒，废去修为，逐出洪荒。谨遵师命。李潇，你为民除害，本心没错，但擅杀同门，坏了宗门规矩，罚你看守碧游宫100年，面壁思过。弟子领罚，但求老师允诺，日后人族若有难，截教不可坐视不管。准了，人族乃洪荒未来主角，护佑人族，亦是护佑我截教气运。李潇心声中多宝叛教的预警，果然并非空穴来风。逆徒，100年面壁，可有领悟？弟子领悟到，大道不止修行，更在护佑苍生。截教要昌盛，需顺天道和民心。此乃诛仙剑阵，日后若有四圣围攻，便交给你执掌。你所谋之事，为师已知晓。6道轮回之事，需从长计议。五师兄，这100年间，人族已诞生人皇，龙族行施云不雨之责，业力渐消，而西方教和阐教已有联合之意。该来的总会来，但有老师支持，有3位师妹相助，有截教众仙同心。纵使4圣齐至，我亦能护住截教，护住洪荒苍生。唉，本想着当个咸鱼，没想到到头来背负了这么大的责任。